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有個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專門幫人控制情緒，但係佢炒股票輸咗79%，甚至變咗負資產。最嚴重嘅時候，佢甚至一度諗過自殺。問題係佢唔係普通人，佢係一個最了解人性、最了解情緒點樣運作嘅專科醫生。但係最後佢都輸俾一樣嘢，佢自己個腦。如果連一個心理嘅專家都會失控，咁你同我憑咩覺得自己可以例外？今日呢段片會想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故事，一個由我係投資天才變成差啲崩潰嘅過程。而最重要嘅係，你會發現佢犯嘅錯誤，好多人都會有犯緊。故事就要由2011年開始講起。今次嘅主角我哋就叫佢小明，佢係一個韓國嘅人嚟嘅。當時佢30歲，啱啱開始做專科醫生，人工高，亦都冇家庭嘅負擔，仲還清晒學生嘅貸款。人生第一次，戶口入邊有接近2000萬嘅韓紙，即係大約10幾萬嘅港紙。對唔少人嚟講，呢個畫面應該都好熟悉。有穩定嘅收入，有少少嘅積蓄，都會開始諗係咪應該去投資。於是佢就開始去問銀行、問證券行、問佢身邊嘅朋友。佢得到嘅建議咧，其實都好典型：買大公司、分散投資、避開高風險嘅股票。聽落都好合理，係咪？結果佢就開始入市買股票，定期定額咁樣買基金，每個月穩定咁樣投入。然後第一個月佢就賺咗大約9%，佢就冇諗太多，直接賣咗出去，拎住不勞而獲嘅錢去食咗一餐好貴嘅燒肉。嗰一刻佢形容特別開心，但係都帶有少少嘅罪惡感。但係正係呢種感覺，興奮再加刺激再加快錢，開始令一樣嘢慢慢發生，就係上癮。之後嘅發展，佢開始連續咁樣賺錢，7%、8%、10%，一單接一單。見到三星跌咗，佢就慢慢買入，拉低個成本，升咗上去之後就賣咗出去，鎖定咗個利潤，幾乎每一單都係賺嘅。到後來有一波行情，佢直接賺咗50%，你可以諗下嗰種感覺。每個月都賺大約50到100萬嘅韓紙，即係大約2500蚊到5000蚊港紙左右。打開戶口就見到自己嘅錢越嚟越多，於是佢開始有個諗法：股票交易其實唔係好難，我好似真係幾有天分。如果我用多10倍嘅錢呢？於是佢就決定加大投資嘅金額，因為之前賺錢嘅經驗，佢覺得自己嘅智商同分析能力可以好輕鬆咁樣預測到個股價。信心爆棚嘅佢咧，就借咗3000萬嘅韓紙，分別投資喺現代汽車、大韓航空等等嘅股票。但係嗰陣就發生咗一個突發事件，金正日就過咗身，就導致咗股價暴跌。佢望住佢自己嘅戶口，由本身一路有賺錢，變咗一路蝕錢，而且越蝕越多，最後都出現咗佢從來未見過嘅畫面，負數。然後時間就去到2015年，佢入咗大學嘅醫院做專科醫生，工作就開始忙，壓力仲更加大。佢原本諗住就遠離股市，但係偏偏喺呢個時候，佢就見到一個比較致命嘅畫面。佢以前止蝕賣走嘅股票開始大幅咁樣上升，嗰種感覺係好難形容，唔係單純嘅後悔，而係一種強烈嘅感覺，就係如果我冇賣到，如果我再捱多陣，慢慢咁呢個情緒就變咗一種壓力、錯失嘅恐懼 FOMO。而呢一次佢再入場，已經唔係因為機會，而係一種唔甘心。佢開始抱住一個比較好危險嘅諗法，我要將之前輸嘅錢贏翻晒。於是佢做咗一個決定，all in。除咗佢嘅儲蓄之外，佢仲有借錢。韓國有個 term 就叫靈魂貸款，意思係連你嘅靈魂都用嚟借錢，即係話用盡一切去借，借飽佢。咁佢就將儲蓄加埋借錢嗰部分，一共就有大約4億嘅韓紙，即係大約200幾萬港紙，一次過擺落去。而關鍵係呢一次佢連基本分析都冇做。結果悲劇就係咁發生，去到2016、2017年，市場就冇如佢所料咁樣行，佢買入嘅股票開始一路下跌，甚至出現咗流動性嘅問題，想走都走唔到，佢嘅錢一路咁樣蒸發，由本身4億幾韓紙，即係大約200幾萬港紙，最後蒸發到得翻21%，即係輸咗79%，剩翻大約43萬港紙。但係最致命嘅係咧，因為佢之前有槓桿借錢啦，佢仲孭住成1億幾韓紙嘅債務嘅。
換句話去講咧，佢唔單止輸晒，仲變埋負資產。嗰一刻佢完全崩潰、焦慮、恐慌、無助，仲一度想結束自己嘅生命。最諷刺嘅係佢係精神科醫生，專門幫人控制情緒，但係佢連自己都控制唔到。最關鍵嘅係唔係佢輸咗79%，而係佢明知道自己係做錯，佢都停唔到。呢一點先係最值得你去驚嘅。佢係精神科醫生，佢比大部分人都更加了解情緒點樣影響決定。佢知道咩恐懼、咩衝動，佢甚至知道點樣幫人控制呢種感覺。但係當佢自己坐喺電腦前邊睇住股價上上落落，佢做嘅決定其實同普通散戶係冇咩分別。點解呢？因為投資嘅世界入邊，好容易令到一個人失去理性嘅。第一就係贏錢帶嚟嘅錯覺。一開始小明都係正常投資，但係當佢贏咗9% 之後，再連贏幾單7%、8%、10%，甚至贏咗50%。當你連續贏咗幾次錢之後，你就開始覺得我唔係運氣，我係實力。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只係市場啱啱好配合你。但係你就會錯誤咁樣誤會咗係自己控制咗個市場。第二就係輸錢之後嘅唔甘心。當佢輸錢之後咧，佢就變咗係我想要贏翻晒，贏翻之前輸嗰啲。呢一刻咧，你已經唔係投資啦，係賭。所以你就會見到咧，小明去加大咗個賭注，提高咗個風險，想縮短時間，因為佢唔想慢慢咁樣賺翻，佢想一次過好快咁樣賺翻。而呢一刻投資已經變咗質。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咧，最緊要就係我哋有冇吸收到教訓。而呢個結局咧，其實可以總結4個你一定要記住嘅教訓，避免成為今次故事嘅主角。第一就係唔好諗住快速致富，一夜致富咧，聽落就好似好吸引，但係現實就係，如果你想用短時間賺到一個唔合理嘅回報，你就一定要承擔翻本來唔應該承擔嘅風險，你就唔係投資，係賭啦。所有嘅災難咧，都係由你想快開始嘅，慢慢變有錢其實先係最快嘅方法。第二，永遠要為最差嘅情況做好準備，唔好問自己可以賺到幾多，應該問自己如果輸晒，我仲頂唔頂得順？如果答案係頂唔順，咁呢一筆投資本身就唔應該存在，因為市場最無情嘅地方就係佢唔會理你準備好未嘅。第三就係要小心槓桿啦，因為佢放大嘅唔止係回報，亦都係絕望。當你用借翻嚟嘅錢去投資，你承受嘅唔止係價格嘅波動，仲有時間嘅壓力、利息嘅壓力、心理嘅壓力。你會開始急，想快啲賺翻錢去還債，於是你就會做更多短線、更高風險嘅決定。而呢一切咧，正正係最容易令人輸多過贏嘅陷阱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投資最好都只係用翻閒錢，唔好用有壓力、有期限嘅錢去賭你嘅未來，因為你一旦需要贏，其實就已經輸咗。最後咧就係要理性投資，唔好俾情緒影響到你。錯失恐懼症其實係一個理性嘅殺手。當故事嘅主角小明見到身邊嘅人買股票爆賺，佢就開始焦慮，開始懷疑自己，點解人人都賺得我冇啊？我係咪錯過咗機會？呢一種感覺好真實，但係亦都好危險，因為當你因為見到人人都賺錢而入場，你就唔係做投資決策，你係俾情緒推住走。而市場入邊最後入場嘅通常都係接盤嗰個，所以大家要記住，人哋賺唔賺錢同你係冇關係嘅。當你開始比較，開始眼紅，其實就已經輸咗一半。同埋要小心多巴胺嘅陷阱，贏錢比輸錢更加危險。當你贏錢嘅時候，大腦會釋放多巴胺，令你覺得開心、興奮，甚至上癮。你會不自覺想再做多一次，想再賺多一次。問題係市場唔會永遠俾你贏，但你個腦會令你以為我得，我真係識。所以大家要記住一句說話，新手嘅運氣往往都係通往地獄嘅門票。如果你未係真正了解市場之前已經賺到一筆錢，你最應該唔係開心，而係提高警覺，因為嗰一刻你會好容易將你嘅運氣當成實力。最後都提一提大家，投資最大嘅敵人唔係個市場，而係自己個腦。你可以做任何功課、任何分析，但係如果你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、貪念、恐懼，輸錢嘅風險一直都會喺度嘅。
需要長期贏，除咗要有知識，亦都要靠心理嘅紀律、冷靜同耐性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記得俾個留言、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，同埋記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Threads，我會喺嗰度定期更新最新嘅理財資訊同埋優惠情報。如果唔想錯過，就記得 follow 我哋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